大家見到一班 Skywalkers 咧，就喺度討論緊一首詩。呢一首詩咧就係辛波絲卡呢一位波蘭詩人嘅作品《一見鍾情》。大家睇完呢首詩之後，都有一啲嘅體會，想同大家分享嘅。因為我覺得唔知嘅嘢先係最想去發掘。第一個感覺係好重要嘅，因為你有咗大家有咗同一個感覺，咁你就會令大家走得更加近。其實我哋有陣時行街咧，我哋成日左望右望，有陣時喺我哋眼角最唔起眼咁樣行過某一個人，其實可能喺之前或者之後，其實可能會影響唔到我哋一生。兩個人走埋一齊，可能之前已經見過無數次，可能每一日都見到，或者會定時一定會見到佢，但係可能佢哋識唔識到係一個緣分咯。其實我覺得好似每一樣嘢都好玄妙咯，因為可能我同你身邊嘅人只不過或者一件事物，其實可能我哋冇刻意咁樣去決定我哋要咁樣去做，但係原來佢已經係喺我身邊存在。即係其實佢哋活喺同一個天空下啦，即係佢哋做嘅嘢雖然係可能唔同，但係其實佢哋都彼此係進入過人哋嘅生活入面啦，即係好似之前嗰啲樓梯啊走廊經過啊，咁所以其實係好似有條線去綁住佢哋，而嗰條線就係緣分。最有感覺就係緣分將他們推近推離呢一句咯，因為我覺得緣分呢樣嘢真係喺每一個人身邊都係圍繞。如果你早1分鐘或者早1秒鐘擦過，你就可能見到嗰個朋友，而家你識嘅朋友。就好似如果我唔出入嗰個網頁或者朋友冇介紹我哋呢度 audition 嘅話，我唔會有今日唱到。因為我由細到大，甚至到而家咧，我都有個好奇怪嘅習慣嘅，我好中意記錄人個樣嘅，咁希望可以記到咧，我哋可以計算我哋拆咗幾多次，即係或者做到小妹妹，變咗好似我哋個重要嘅人，或者會唔會係一個離散咗嘅親生兄弟咁樣，咁所以最有感覺係睇翻個題目咯，因為個題目原來係一見鍾情，但係睇翻成首詩，佢哋以為同對方係一見鍾情，但係事實上係冥冥中之前有好多嘅鋪排，即係嗰啲所有嘅場景咧，嗰啲象徵嘅事咧，我覺得好有感覺，好似忽然之間一個一個 picture 彈出嚟咁。但係佢又覺得好似每段關係咧，好易就完咗，好快就散咁樣，好冇信心咁樣咯。結果佢每次開始另外一段關係都好似諗翻起之前嘅片段，即係篇嘢就想講嗰段緣分其實都一早已經係有預兆咁樣咯。即使可能你拍過10次拖，拍過2次拖，甚至乎你冇拍過拖，每一段關係都可能影響緊你下一段嘅關係。譬如你唔同呢個人拍拖，或者你唔識到你後面嗰個朋友，或者後面嗰個男朋友。如果你知道咗係一件好事，但係如果喺未知嘅時候，更加係一種刺激咯，或者係即係你所有嘢都好大人咗，咁你就會好努力咁去爭取啦。其實我哋喺生活上面有好多嘢到我哋發現，到我哋覺得開始有意義啦嘅時候，就係其實已經係開始咗一半㗎啦。但係我哋自己就唔發現咯，係其實就好似佢成首詩都喺度話，因為好多嘅相遇啊，或者所有緣分嗰啲，我哋係自己冇留意到嘅。人嘅眼睛，譬如如果係一個鏡頭嘅話咧，咁我將佢眼前嘅畫面影低啦。咁影低咗之後，咁我哋通常都留意中心點，旁邊嗰啲我哋會唔記得。咁但係可能嗰個旁邊嗰個路人甲乙丙丁就係你生命嘅主角。點解我哋會研究呢一首一見鍾情呢一首波蘭詩人嘅作品呢？原因就係呢一首一見鍾情嘅詩就係向左向右遇見愛嘅靈感來源啦。話說某一日咧，我打開一本嘅繪本，向左走向右走，咁我打開呢一本書嘅第一版咧，就見到呢一首嘅詩歌。嗰陣時咧，只係有呢一首詩嘅其中3句説話，咁我覺得咦，首詩好正喎，咁於是我就以我咁八卦嘅性格啦，我就去搜尋呢一首詩啦，於是就發現呢首詩嘅全部啦。咁睇完呢首詩之後，
真係有一啲自己嘅過往嘅經歷啦，就浮現咗出嚟，同埋都深深咁樣感動咗我。於是乎，就趁今年我同 Skywalkers 有呢一個創作，就用咗呢一首詩嚟成為呢一個演出嘅一個引子同埋藍本啦。我哋兩人都相信。後尾我哋仲發現呢一首詩原來係新高中課程語文科嘅其中一個嘅教學內容嚟嘅。咁於是乎，我哋就更加之把握呢一個機會，希望向大家推介下呢一首一見鍾情呢首咁正嘅詩啦。他們確定彼此並無任何瓜葛。